因若講到有個人平常時攏袂出現，那等到這4大人已經老去啊，才要跳出來分遺產。也因為這個民法特留分的規定，常常攏引起家庭糾紛。但法務部是正式有個修法的草案，決定要把這條兄弟姊妹特留分給汰掉，會定出相關的方案。然後第二呢，我希望小朋友一定要聽我的那個家訓，好不好？要存錢，要存錢，低調過生活，好不好？過身的家人做西平，在生時要講要將遺產留予長期照顧伊的客囝，不過就現行的法規，其實受到限制，引起外界討論。未來包含唔是繼承人，無親屬血緣關係，只要有照顧、提供勞務、財產給付的，佇遺囑內底有寫明，都有機會會當合法摕到遺產。因為法務部佇初二已經擬過民法修正草案，就是正式宣讀兄弟姊妹特留分，未來民眾的遺產唔免擱強制分予兄弟姊妹，難免就會有一些恩怨情仇。他們過去曾經為了爭遺產，已經反目了。現在的其中有一個人，他是兄弟姐妹，但是他有配偶，但是他沒有小孩，父母又走了，結果他的財產要跟過去跟他爭產而打官司的兄弟姐妹，來一定要給他這個特留分，哇，他覺得嚥不下這口氣。律師點出實務上無合理的現狀，這個修法就是為着要落實尊重遺囑的自由，不過嘛為着要避免造成無公平的情形，草案嘛有定出配套。若準備將在生請養的兄弟姊妹，因為當事人過身，得面臨生活困難。修法草案內底嘛有寫到，會當向法院來請求分部分的遺產，兼顧弱勢兄弟姊妹生活保障甲實際公平。一個人努力了一輩子，那錢財務必是要善用，留錢財，但是不要留糾紛。所以呢，留錢財一定要適度的做規劃。為着不愛讓遺產變遺憾，法務部嘛增加繼承人特別貢獻規定，希望透過改善法規，讓財產分配別個引起家族的戰爭。記者綜合報道。